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Nico。今次喺美國返香港，我同媽咪跟旅行團去咗北海道玩。由香港出發，坐咗大概5個半鐘頭機，嚟到札幌新千歲機場，搵到個冇人留意到嘅位打下卡，好興奮啊！跟住就返酒店㗎喇。第一日呢係冇行程嘅，第二日一朝早就去咗有珠火山，佢係一個活火山嚟嘅。離遠睇啲煙係咁飆出嚟，然後去地獄谷國家公園睇地熱，下晝去登別嘅海洋王國睇佢最出名嘅企鵝巡遊。原來所謂嘅巡遊係得4隻企鵝行出嚟，跟住再行返入去咁樣。開頭都以為起碼有7、8隻企鵝嘅，個表演係有啲削。反而呢個沙甸魚表演有啲驚喜，我估佢哋餓咗啲沙甸魚好耐㗎喇。然後個表演係有專人突然之間抌啲嘢落去餵啲沙甸魚，搞到佢癲晒咁樣呢，就游去一個位，咁啊夾埋一啲好浪漫嘅音樂，成個畫面都好優美，好震撼。個個都睇到哇哇聲。嚟到洞爺湖，話係日本3大湖之一。睇介紹話可以遠眺有珠火山，可能太遠啦，火山就睇唔到，淨係睇到有隻雀仔跌落水。可以坐船遊湖，跟團就冇咁嘅時間啦。嚟到大沼國定公園。先食個中午飯，再行呢個國定公園。漫步寧靜嘅大沼湖畔，環境好優美，求其搵個位影相都好靚。呢度就係函館市啦。其實我跟呢個旅行團主要就係想嚟函館，有好多旅行團都唔嚟函館嘅，因為距離札幌呢係比較遠嘅，都好多個鐘車程。我就係為咗嚟呢個五稜郭塔，上到去塔頂望返落嚟，個景超靚㗎。咁遠水路嚟北海道就係為咗睇呢個星形嘅要塞，有一種好浪漫、好夢幻嘅感覺啊！真係靚到飛起，唔識形容啊！呢個五稜郭設計成星形呢，其實唔係為咗靚嘅，而係為咗軍事防禦啊！呢個咁獨特嘅星形呢，話可以係有效咁樣抵禦敵人嘅進攻同埋炮火。可以全方位交叉射擊，喺個塔上面仲可以俯瞰函館市嘅景色同埋海景。我冇畏高㗎，所以係咁踩呢個位。
落返嚟可以行呢個五稜郭公園，同埋都同大家講下呢，我年紀都唔係細㗎啦，但係呢個團呢，真係啲團友都比較成熟啦，咁我真係最後生嗰個團友，第二後生就已經係我哋嘅男領隊兼導遊啦。所以大家都可能明白呢個團係比較靜態啲，都真係周圍睇下風景啊，食下嘢啊 ，shopping 咁樣。去完重頭戲五稜郭塔之後，就嚟到呢個舊函館區公會堂。個名好 lucky 啊！佢以前係愛嚟接待一啲貴賓啊、外國使節啊咁嘅，係好華麗嘅殖民風格建築，可以俯瞰函館港。呢間係今晚住喺函館市嘅酒店，好鍾意呢種趟開嘅門，好似搵隻手指一篤就穿窿咁樣。返到酒店之後，夜晚仲有下半場，係另一個重頭戲，搭纜車上山睇函館夜景。呢個話係日本三大夜景之一，叫做8萬夜景。即係話值得俾100萬去睇呢個夜景，大家睇下值唔值100萬啦。再下一日呢，就嚟到呢個小樽，呢個好似香港米布咁嘅款呢，係小樽嘅邊皮。嚟到呢間好出名嘅餐廳叫做青塚食堂，專係食烤魚啊、鄉土料理。導遊話濤哥介紹過呢間餐廳嘅，而且有好多外國雜誌介紹過，有好多遊客慕名而嚟。入到嚟小樽嘅市區，呢度叫做北一哨子，係精品商店街。嚟呢間喺商店街入邊最出名嘅水晶音樂城，佢裏邊專係賣一啲好精緻嘅玻璃音樂盒。佢擺成咁嘅樣呢，即係好似嗨嗨就會打爛佢，要你賠錢咁樣。入去行都要好小心啊！係咁依打個 round 就行返出去啦。離開小樽就嚟到最後一站札幌，呢個係酒店望出去嘅景啊！酒店喺正札幌嘅市中心，望出去類似香港嘅彌敦道。行過去呢條好出名嘅狸小路，狸貓個狸啊，係札幌最旺嘅商店街，啲鋪頭都開到好夜嘅，仲有間開24小時嘅京安之殿堂。呢朝早去咗北海道神宮，我覺得香港人好鍾意嚟日本玩呢，係因為佢環境好靚啦，地方好乾淨。另外有樣嘢好係佢有好多漢字，即係就算唔識日文呢，都估到佢咩意思咯。好似呢個告示好貼心，
會叫你小心啲啊，因住中頭獎。跟住嚟到白之戀人朱古力城堡花園，佢係由白之戀人自己個製造廠改建而成。入邊滿係白痴戀人，話明白痴啊，梗係唔會喺度買啦。喺香港啊，優品360啊，HKTV Mall 都有得賣啦。所以好多人都係得個睇字，唔係好多人買。去到11點，有啲公仔彈出嚟，都好悶好無聊，可以唔使睇嘅。周圍行下打下卡，跟住喺離小路購物街繼續 shopping。喺一間叫做札幌藥妝嘅鋪頭逛咗好耐。呢個位係咪好熟口面呢？即係其實兜嚟兜去都係呢個位，札幌市最旺都係呢一忽噶啦，即係通宵麥當勞啊、Daiso 啊嗰啲鋪頭都喺晒喺度噶啦。同媽咪嚟咗呢間 Mr. Donut 食咗啲 donut 啊，啲 donut 好好食。夜晚就食咗札幌拉麵，媽咪話佢面頭有層好厚嘅油，我覺得 OK 咯，即係佢嘅特色嚟。跟住就梗係去返鄉下一定要去嘅一個地方，就係 Lawson 啦。唔知大家鍾意食 Lawson 定係 Family Mart 嘅炸雞呢？ Lawson 除咗炸雞好食之外，佢嘅芝士薯條條都好正。其實我就唔叻拍 vlog 嘅，都係東拼西湊咁俾大家睇下我去旅行嘅過程。之後都應該會拍條片分享下今次跟旅行團嘅一啲感想，大家有興趣就留意下啦。多謝收睇，拜拜。